终于知道为什么哦，宝莉你最喜欢的手推空间是客厅。其实它这个电视主墙真的是，我拍过这么多，我还第一次看到这种材质哎，这是什么材质？这块石材叫做极光，非一般哦，对对对，非一般亮面大理石，它是半抛的雾面，很有质感，而且它的花纹也很少见哦。没错，而且整面电视主墙也是整个空间的主轴。但我发现你并没有把它弄到顶哎。没错，上方不做到顶，然后以打灯设计，然后不但节省费用，也让就是夜晚有氛围这样。怎么做节省费用？因为它整面电视墙是高度是2.3米，用2片大理石去组成。但是如果你做到顶的话，它必须要用到第3块大理石。哦，第3面石材。对 ，OK。可是第3面可能只用一点点，对不对？没错，那用不到的就浪费了。哦，好棒哦！所以你既帮它打光，创造了氛围，你也帮它节省了费用。是。客厅的电视主墙所挑选的极光大理石啊，听说这可是全台第一片哦。不过倩云倒是有个疑问，一起来猜猜看，视听设备要放在哪里呢？我想这电视主墙这么的大气，那我们在这个DVD 啦或蓝光机上面的处理，你用什么手法来介绍给大家？我把它设计在电视主墙的旁边，然后它主要是以层板的设计，以层板来做设计，不像一般它是以柜体来做设计，而且它层板的材质是从鞋柜延伸出的层板，是同一块材质，对，选用那个橡木集成 ，OK， 对，所以它让空间也有串联的感觉了，没错。那管线的部分呢？管线部分是事先预留在后面。就电视主墙面侧边已经先留好了，对，没错。所以整个看上去是清爽美观的设计，不会看到一些线头了。不会，因为事先都已经预留好了。接着我们带各位看到这个空间呢，它其实是一个餐厅，也是一个多功能的，算是很好利用的空间。没错，可是它原本的格局并不是这样的。原本的格局的话，它是房门对房门，会有风水上面的问题。OK， 而且它整个走道也是占了蛮多空间的，并且对，很多走道空间哦。对，而且就是浪费空间，而且走道也是蛮狭窄的。OK， 对，然后在我们修正就是整个重新改格局之后，让它整个就是这个地方多出了一块很大的空间。就是我身后这一块吗？对，没错。哇，这一块空间就是让走道化零为整之后多出来的哦。是，好棒哦！哎，那照你这样讲，它原来餐厅的空间已经更小了。没错，原本餐厅格局就是空间是很小的，对，然后可是修改之后就变得比较大一点，所以我们帮屋主选了一块就是弹性就是可伸缩的餐桌。对，当朋友来时的话，可以把餐桌移出来，然后可以在这边一起打麻将这样子。好，我了解了，这边可以坐6到8个人的餐桌。对，我身后这边可以摆一个麻将桌。是，好棒哦！也就是说，如果我没有经过宝莉的巧手，可能这个空间就浪费在走道上面，而没有多出一个无形中麻将房的空间了。没错，因为多出了这块空间之后，让客厅跟餐厅整个空间都变大了。真的，不然以前都是留来给走道用。餐柜的造型中，茶镜又扮演了放大空间的角色，同时呢，让柜体更具时尚感。但是不知道餐柜的收纳量又是如何呢？